香港馬拉松仲有1個星期就舉行，有肢體傷殘嘅跑手一樣係積極參與㗎。除咗輪椅組，有人裝上義肢，同健全人士一齊跑，目標係要完成賽事。林婉婷報導。小平右腳裝上義肢後堅持跑步，04年開始參加10公里。今年仲有副最新裝備，令佢可以挑戰半馬拉松，係香港首次為髖關節人士組裝嘅運動義肢。一般人係咁睇我咁樣跑步咧，呢隻同嗰隻可能睇唔出有咩分別嘅，個速度上面咧都未必睇得出嘅。但係我自己感覺呢隻輕好多，同埋比較靈活啲啊，因為佢有啲彈性。髖關節患者咧已經係好少可會做咁劇烈嘅運動嘅，咁變咗即係佢又需要話好大能量嘅消耗啦，咁所以就要選擇碳纖腳啊或者碳纖板，減少能量消耗嘅裝置啦。南非刀片跑手佩斯托瑞斯舊年倫敦奧運，佢同健全人士同場較量，佢所用嘅同一型號義肢嚟緊就會撐住露絲亞首次向10公里賽進發。膝下截肢嘅露絲亞上年車禍之前都好少跑步，要適應運動義肢需要更多嘅時間同決心。最麻煩啊，着落去嘅時候咯就會痛咯，因為佢會比起平時嗰啲義肢咧夾我膝頭夾得大力好多嘅。冇腳踭係一件好恐怖嘅事，咁同埋平衡方面，我覺得暫時我都未完全掌握到。比賽當日，醫生同義肢矯形師會同佢哋一齊跑，邊鼓勵邊協助。好似呢類型一般嘅義肢咧，其實都可以應付到日常嘅運動㗎。不過如果要跑10公里或以上嘅長距離就唔係咁適合啦。咁因為佢哋嘅關節位啦，好多都係用金屬或者木做㗎。咁相比起用碳纖做嘅運動義肢就冇咁靈活啦。有線電視記者林婉婷報導。